啲貓星人係咪好趣致呢？好可惜，佢哋喺過去1年全部失晒蹤，甚至死亡。當中幾隻仲死狀恐怖，懷疑係遭到虐殺。佢哋就係生活喺羅斯山公園嘅流浪貓。我08年下半年喺度餵貓餵到今時今日嘅，嗰陣時得2-3隻嘅咋，點知啲人呢遺棄越嚟越多。最高峰期有幾多隻？成30隻㗎。由於得到波伊嘅細心照顧，呢班流浪貓總算喺公園過上安穩嘅日子，而且同行山街坊都相處得融洽。但2-3年前開始，流浪貓嘅數目突然開始減少，由接近30隻減到去得返9隻。有幾隻咧就真係比較咬死嘅，有啲就不明朗嘅。不明朗意思？即係唔係比較咬死嘅。2016年2月，金妹同埋伯伯倒斃喺公園內，經文署化驗證實佢哋係俾人用力踢死嘅。至於無牌就係中毒身亡。今年2月，長氣同埋大灰又慘遭毒手。驗屍報告顯示，佢哋亦都係俾人虐打致死嘅。長氣嗰個血咧係鮮紅色嘅。即係吐出嚟係咪？個背脊嗰度打到鮮紅色嘅，即係唔係俾救援口水？唔係，係虐殺嘅。雖然民署證實貓隻係被虐打致死嘅，但因為公園大部分區域冇安裝到天眼，所以取證方面好困難。加上波伊認為公園個別保安本身就問題多多。曾經有個姓羅嘅女士咧，佢話咧黃昏6點幾咧。即係餐廳休咗息咧，有隻貓咧就坐咗喺度，咁咧嗰個保安咧揸碌棍咧就想剝落去，點知就見到嗰個羅女士即刻收咗手啦。之後咧就調咗隻夜間，開始就陸續出事啦。嗰個嘢一嚟到已經煙酒味㗎啦，我哋都唔夠膽點樣得罪佢。波伊又指出，曾經見過有人夜晚喺公園逗留，又發現公園喺凌晨時分都未閂門。由於公園換咗新嘅管理公司接手，佢希望保安嘅質素可以進一步提高，同時建議喺公園加裝天眼。有個夜晚行嘅街坊，佢話冇人咧，佢唔夠膽上嚟，因為佢咧行到上去螺絲頂嗰度，發現過咧有針筒，即係懷疑有毒友導友喺度注射。唔知係唔係，但係有好多針筒喺度。即係所以啲街坊都希望就個訴求希望裝 cam 嘅。係啦，因為正所謂你唔係保護啲貓，你保護啲人都要啊。因為有陣時呢度10點鐘閂咗門，做乜嘢我同你都唔知啦。覺唔覺有啲安全隱患咧？你行公園都話佢而家殺貓啫，下次點知會殺人啊？殺住人攤去到民知㗎啦。我都問人哋啲貓咁少嘅，做咩啊？俾人殺咗你。係啊，都幾凄涼嘅。好乖㗎嘛嚇。係咯，啲貓風景嚟㗎嘛。羅斯山公園最新一宗虐貓案，咁啱係喺動物保護法生效之後嘅半年發生。有意見質疑動保法阻嚇力不足。呢方面嘅證據對起就能夠成案嘅證據嘅取得上面係客觀上存在困難咯。我覺得係咁樣而導致到本身喺執法上面出現困難，而唔係個法律本身話冇嘅阻嚇力咯。趙律師建議可以喺流浪貓狗聚集嘅地方安裝天眼，但係有動物團體認為加裝監控鏡頭只係治標唔治本。就呼籲其實所有養動物之前都要諗清楚咯，但係養咗之後就唔好放翻出嚟咯。你養慣咗佢，未必有求生嘅能力㗎。除咗佢真係咁啱遇到一啲好嘅義工去餵佢之外，可能佢係死路一條。變態殘忍嘅殺貓狂徒屢下毒手，至今依然逍遙法外。究竟係動保法刑罰嘅阻嚇力不足，定係取證同埋執法存在困難呢？我哋要反思嘅唔單止係以上嘅問題，點解街邊仲有咁多流浪貓狗呢？邊個將呢啲可愛嘅貓咪推出門外呢？佢哋嘅悲慘命運又係邊個一手造成呢？